大家好，我係余浩中。黃大仙樂富廣場對開，晚上有私家車撞車之後失控鏟上行人路，6個人受傷。私家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被捕。涉事嘅黑色私家車鏟上樂富廣場對出嘅行人路，停咗喺扶手電梯前面。樓梯隔離嘅圍板被撞毀。另一架涉事嘅銀色私家車停咗喺路中央，車門同埋車尾損毀。出事嘅黑色私家車懷疑駛出停車場嗰陣踩錯油門，撞到另一架私家車同埋小巴，之後鏟上行人路。黑色私家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被捕。有途人被困車底，傷者救出之後喺電梯隔離接受救護員治理。嘭嘭嘭咁樣，咁擰轉頭就見到架車衝入嚟，見到佢有推到個女士嘅，咁跟住就扭咗埋嗰邊軚，咁撞牆咁就停咗。私家車被拖走之後，商場嘅管理人員用圍板封住現場事發嘅地點，又用布遮住樓梯附近被撞毀嘅部分。6個傷者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包括2個司機。無線電視記者冼志報導。消息話，一個北韓嘅男學生到南韓駐港總領事館尋求庇護。保安局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話注意到有關嘅報導，但係冇資料提供。有學者話事件要透過外交層面處理。位於金鐘嘅南韓駐港總領事館加強保安。消息話，尋求庇護嘅係一名北韓男學生。全隊一行6人係今個月6號至到16號舉行嘅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嘅北韓代表團成員。嗰個男學生期間自行離隊。保安局同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話冇消息提供。我們也是注意到媒體有這個報道，但是我們目前還沒有進一步的消息能提供。南韓外交部亦都拒絕評論事件。有關注組織話，南韓政府一般對脫北者處理比較寬容，證明到佢係來自北韓嘅，佢願意係前往南韓。佢亦都唔係一個間諜嘅話咧，其實佢韓國政府一般都會批准佢哋去成為佢哋公民嘅。有學者認為喺香港移交脫北者嘅問題，要循中韓外交層面去處理。一般嚟講，佢會先係會知會咗當地警方啦，然之後再經譬如話中聯辦啦，同埋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咧，已經唔係香港特區嘅內部事務啦，佢係一個外交層面嘅事務，咁亦都牽涉到國與國之間嘅關係嘅，咁所以就變相而家嘅安排就話，其實基本上係要等究竟即係中韓之間兩國之間點樣去磋商。佢又話，一旦脫北者進入領事館範圍，其他人未經南韓政府同意，唔可以進入領事館拘捕佢。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導。政府話，工廈劏房存在好高嘅消防隱患，正係研究立法加重對經營者嘅懲處。屋宇署由2012年到而家巡查100棟有劏房嘅工廈，一共發出160幾張清拆令同埋糾正通知，並且係提出29宗檢控，當中26宗已經有判決。嗰26個個案嚟講咧，其實判出嚟嘅個金額都係比較講緊1-2萬蚊、幾萬蚊嚇，亦都未曾判過人坐監啦，可以咁講。我哋認為咧，嗰個執法個處分咧，應該可以加重一啲。工業大廈本身就唔應該住人，如果你都將嗰個消防風險咁高呢，如果你都將佢做劏房住人呢，我哋而家考慮緊呢，就要立法呢，將呢啲行為呢刑事化。陳茂波話，除咗將經營劏房行為刑事化之外，亦都會研究修例增加屋宇署嘅權力，等處方職員獲授權之後可以入屋搜證。另外，地政總署下個月29號起對違契處所同埋危險品倉庫並存嘅工廈執行取締行動。第一批6棟被政府點名嘅工廈，如果情況唔改善，分區地政處會向業權人發警告信，限期14日內糾正，否則會充公違契單位。無線電視記者劉俊安報導。政府最快今年年底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16部美食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話，政府長遠會研究修例，配合擴大美食車嘅營運。傳統嘅餃子、
換上用黃薑粉、菠菜、番茄等搓成嘅五色皮，將會成為美食車嘅美食之一。負責人話，政府下個禮拜會提供美食車規格嘅詳細資料，包括申領牌照需要符合嘅衛生、排污等要求。咁我哋意思個諗法就係將一架小型嘅輕型貨車，即係市面依家5.5噸以下嗰啲貨車，將個斗就改造而成好似我哋依家嗰個廚房啦，有雪櫃啦，有熱餐啦，又有炸爐啊嗰啲咁樣嘅嘢。有要求我哋用啲唔會污染環境嘅器皿啊同埋餐具啦。我哋就選用咗環保餐具，係用紙啊、木碎啊壓製而成嘅餐具。我哋嘅範圍，我哋會盡量會配合擺多啲垃圾桶喺度嘅。店主就話，到時喺美食車上面會預先包定一啲餃子，預計3分鐘就可以做好一份。佢哋亦都會視乎唔同景點嘅人流情況，再調整喺車上邊預備幾多材料。16部美食車最快年底會輪流去到8個唔同嘅景點營業。政府話長遠更加會研究修改法例，配合美食車嘅發展。咪有一個嘅專屬美食車嘅法例啊，咁喺外國經驗，我最中意咧就係一架美食車咧係整 pizza 嘅，用木去燒烤，去一個好靚、好脆卜卜嘅 pizza 出嚟。咁但係香港嘅法例係唔容許喺個車上面做呢樣嘢。政府亦都會推出手機應用程式，等市民可以追蹤美食車嘅位置同埋提供乜嘢食物。無線電視記者陳兆恒報導。海關拉咗一個健身中心董事，涉嫌違反商品説明條例。消息話被捕嘅係63歲加州健身 California Fitness 董事黃倫，佢之後獲准保釋候查。海關話早前接獲涉案健身中心會員嘅多宗投訴，話健身中心未能夠為已經購買會籍同私人教練課程嘅會員提供相關服務。南韓政府成立將由日本出資嘅慰安婦援助基金，有示威者到場抗議，不滿當局未有為受害人爭取日方道歉同合理賠償。慰安婦援助基金一成立就遇上阻滯。一批示威者同大學生喺成立典禮嘅記者會開始前衝上台示威，批評南韓政府試圖用錢解決慰安婦問題，係唔尊重受害人感受，要求政府取消基金，向受害人作出合理賠償。警員到場將示威者帶走。援助基金係南韓同日本政府舊年12月達成協議嘅成果之一。日本承諾出資10億日元成立基金援助慰安婦，不過協議並冇包括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同法律賠償，引起部分南韓慰安婦同團體不滿。援助基金主席就強調，成立基金係為咗重塑受害者嘅名譽同尊嚴，日後運作唔會違背呢一個目標。二戰期間，估計多達40萬婦女被日軍強徵做慰安婦，中國同南韓各佔一半。現時只有40個南韓慰安婦仍然在世，部分人話佢哋要嘅唔係錢，而係日本政府真誠道歉同賠償。無線電視記者姚嘉欣報導。土耳其當局喺軍事政變之後擴大肅清行動，關閉百幾間傳媒機構同罷免多個軍官，預計會有更多人被撤職。土耳其軍事政變將近2個禮拜，總理耶爾德勒姆主持最高軍事委員會會議，討論政變後局勢同軍隊人事安排。軍方前一日罷免近1700個涉及政變嘅軍官，當中百幾人軍階達到上將，預計有更多人被撤職。耶爾德勒姆出席會議前，去到被視為土耳其國父嘅首任總統凱末爾位於安卡拉嘅陵墓獻花。佢強調會維護國家安全，剷除所有威脅國家嘅恐怖組織。至於當局嘅肅清行動持續，外交部88個員工被撤職，包括2個駐外大使。當局又向近90個記者發出拘捕令，關閉百幾間傳媒機構，包括3間通訊社、10幾間電視台同40幾間報館等。部分同被指係政變幕後黑手嘅伊斯蘭教士居倫有聯繫。
土耳其記者協會代表批評當局做法踐踏言論同出版自由。無線電視記者姚嘉欣報導。到訪波蘭嘅教宗方濟各出席世界青年日活動，但主持大型彌撒期間唔小心跌倒。活動喺琴斯托霍瓦嘅修道院舉行，79歲嘅教宗行上祭壇嘅時候突然跌倒，其他人即刻上前扶起佢。當地樞機主教話，教宗當時咁啱眯埋咗眼，差錯腳跌倒，佢並冇大礙。教宗之後繼續主持彌撒並發表演說。轉頭返嚟會有其他消息。